Hello， 歡迎大家嚟到小知識環節，我係吳恩澤執業會計師。咁喺呢一節，我哋會同大家講關於轉身。相信大家對呢個 term 有啲陌生，但其實有啲財務公司會向欠債人聲稱可以借錢俾佢進行大額清數。有以下兩點需要大家注意。第一點，某啲財務公司會向欠債人借出資金以償還佢哋本身嘅債務，然後財務公司會再幫欠債人申請銀行貸款。咁呢兩項嘅服務咧，財務公司會收取欠債人一個好高額嘅手續費，令到債務人雪上加霜。第二點，財務公司表示會向銀行借貸去償還翻本身財務公司借俾你嘅貸款。咁但係銀行本身咧，會喺貸款度收取巨額嘅利息同埋手續費，都會令到欠債人雪上加霜。以上兩種舉動不但冇辦法減低呢個欠債人嘅供款同埋利息，反而令到佢哋嘅債務越嚟越大，所以冇辦法去償還自己自身嘅貸款。所以欠債人處理債務應該揾間可靠嘅會計師事務所，直接由而家嘅債務去處理問題，小心坊間種種轉身嘅形式，可以令到債務越嚟越多。